你有冇試過輸波輸到懷疑自己人生呢？以為打波冇天分，以為咧就對手太勁，一係咧就塊膠皮幫唔到你手。但係最真實係乜嘢？你唔係輸緊俾個天分啊，你係輸緊俾自己對腳㗎咋。有時懶到啊，連個最基本嘅步伐啊都唔移動喎。講真，步伐呢樣嘢咧，聽落咧就好悶啊，好煩啊，好攰啊，個個都想一板打死人㗎啦，唔通個個都俾你打得死咩？打波從來都係咩啊？眼到腳到，最後先手到噶嘛。你企定定喺度揮板喎，再靚嘅動作啊，都係冇用噶。有時啊，你願意為嗰一球啊跑多一步半步，個波就自然聽你話噶啦。所以你要記住呢一個小習慣，就係喺你未揮板之前，你要先喐咗隻腳先。你腳到啦，你手就會自然到噶啦。你係追緊個波打噶嘛，而唔係喺度等個波打你噶嘛。你係打乒乓球啊嘛，打打下你會發現你越打越鬆容，越打越舒服，越有進步咯。係啦，如果你平時有啲乜嘢唔係好中意練嘅，例如咩，例如發球啊、步法啊，定係個重心啊，中意嘅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聽下。